来，这个阿强的军事演习，主要是针对台湾东南西北的海空域，马甲台北飞航情报区来包围，影响18条的航线，包括入境甲出境。伫中昼12点以后，有51班的无人机来停飞。不过，民航局是来回应讲，这取消班机甲军事的演习无上大的关联。但是这个桃园机场一透早，官网的连线就无稳定。 机场讲会持续来监控处理。机场拢无人，透早袂少旅客想要出国，所以提早出发。因为班机拄到中国军演，旅客难免的心惊惊。班次有被影响，我们每1点提早到10点，所以就比较麻烦一点。蛮紧张的，尤其是昨天，因为昨天我们在看那个飞机航班的时候，就发现就超级多取消。规个拢红字，唔是改期，就是取消，航班时间受影响，嘛烦恼飞行安全。即摆6区军演针对台湾东西南北6个海域，包围台北飞航情报区往南。 往北拢受限制，影响18条航线。不管入境台湾的26班，或者是出境的25班，今日中昼12点了后51班全部停飞。因为海运跟空运不一样，它没有固定的航线，所以它是比较自由的航线。所以在海运在过去的处理方式，就是避开这些演习的区域。 民航局回应，取消班机和军演无上大的牵连，不过未少旅客拢受影响。敢若今仔日规工都有7个航班改时间。另外，桃园机场今仔日透早8点开始，官网连线都无稳定。机场回应会继续监控处理。有部分的商务旅客很急的要回台湾，却不敢回至台湾，已经视为台湾为准战区。 班机停飞改时间影响的层面真大，若增加燃料成本，嘛，互当飞行机的旅客拢唔知影爱安怎做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